开12亿起的新竹棒球场，进前伫土坯内底挖出电线等等物件。新竹市政府今仔日搁再成立体检小组，找土木专家，也搁建筑师等等，先甲棒球场种土坯，看这土骹有啥物款的物件。新竹市政府成立新竹棒球场体检小组，成员有大学土木系教授、建筑师、专家等等，针对棒球场土坯的问题，目前初步决定未全面公开，会用另外一款方式，用正谈的方式来了解土骹有啥物物件。要透过这样全面式的一个体检，然后我们才可以知道我们现在的缺失规模到底还有多大。来取得这些粒径级配，其实就很清楚了。下面到底埋了什么东西，它有没有照当初的设计规范在设计？新竹棒球场的争议对去年底到合约选举时阵到达已经一段时间。民进党新竹市议员认为，新竹市长高虹安有点出152项缺失，目前有9成已经改善完成，要求市府应该赶紧让棒球场重新启用。9成以上的项目都已经改善完成，只剩最后4项，但是高虹安却从来不对外去提起这样实际的状况，并不是一次发现152项，它其实是陆续到现在为止统计出来的一个数字啊。那相对的，当然是有一些部分已经陆续的去改善完毕。那但是问题是我们现在陆续的还有在发现有一些缺失在进来。外界关心新竹棒球场到底当时才当启用办比赛，新竹市政府强调是要进行比赛。上重要的条件是球员在车拍球是安全的，接下来就看正谈的结果。所以棒球场当时会当启用，目前无时间表。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。